Jawa-Jawa dosa kajaman-jaman makaitina na sulibat. Saka tutsua kajaman-jaman auraja supuin akainu asmas imazai tua Yeremia suratan. Imazai tua sepaja puluh katu dosa 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m paju dosa puluh katu dosa karam.耶利米书42章1节到22节，人民求耶利米代祷。后来所有的军官，包括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和何沙雅的儿子耶沙利亚，跟各阶层人士一起来，对我说：“请答应我们的要求，请替我们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祈求，请替我们这些残存的人祈祷。你亲眼看到，从前我们有一大群人，现在剩下的寥寥无几。求上主我们的上帝指示我们该走的路，该做的事。”我回答：“好，我答应你们的要求。我会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祈祷，无论他说什么，我会毫无保留地转告你们。”于是他们又说：“倘若我们不遵守上主我们的上帝吩咐你给我们的命令，愿他做诚信可靠的证人指控我们。无论上主我们的上帝的话是好是坏，我们一定听从。这是我们求你向他祈求的。我们若听从他，一切都会顺利。”上主回答耶利米的祷告。10天后，上主对我说话，于是我召集约翰南所有跟从他的军官以及各阶层人士，对他们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就是你们要我向他祈求的上帝，这样说：如果你们愿意继续住在这地方，我会建立你们，不拆毁你们；我会培植你们，不拔除你们，因为我后悔向你们降灾难。你们不要怕巴比伦王，我与你们同在，我要救你们脱离他的辖制。我既然以仁慈待你们，也要他以仁慈待你们，让你们归回故乡。但是你们这些残存在犹大的人，不应该违背上主你们的上帝，拘结留在这地方。你们不应该说我们要到埃及去，住在那里。我们不会遭遇战争，不会听到战争的喊声，也不至于挨饿。你们若说这种话，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要说：如果你们定义到埃及去，你们所害怕的战争会追上你们，你们所恐惧的饥荒会跟上你们。你们将死在埃及，所有定义到埃及居住的人，要不是战死饿死，就是死于瘟疫。没有人能幸免，没有人能逃避我降在他们身上的灾难。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从前我把我的愤恨烈怒倾倒在耶路撒冷人民身上，如果你们到埃及去，我也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你们身上。你们将成为人家憎恶、惊骇、诅咒、肉麻的对象，你们绝不能再看到这地方。我继续说：上主曾经吩咐你们这些残存在犹大的人不要到埃及去。我现在警告你们，你们犯了致命的错误。你们求我替你们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祷告，并且答应要遵行他一切的命令。现在我把他的命令转告你们，你们却不肯听从上主我们的上帝要我转告你们的每一句话。所以要记住，你们将在自己定义要去的地方遭遇战争、饥荒或瘟疫而死。爱就开暖什么？Satu asinan na apuro kai mazai tu adu sapuro katu ita karan
现在我要把他的命令转告你们，你们却不肯听从上主，我们的上帝要我转告你们的每一句话。耶利米书42章21节。读出个teman-teman阿西尼布巴达湾同声说阿门。Misalnya selangnya ibu阿门那样，基督徒在祷告最后总是会加上阿门。然而在祷告时，我们是否只求心想事成，而非照上帝所愿？阿门的意思是实实在在的。祷告后加上阿门，表示对所求内容诚心所愿，愿意在祷告后把主权全然交给上帝，降服于他的带领。所以当我们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时，也必须顺服上帝的心意，才是真实的祷告。约翰南率军追击以实玛利，成功救出被掳的人之后，因担心被以实玛利暗杀及大利的事件牵连，因此选择逃往埃及。途中他们停留在伯利恒附近的金罕，约翰南带着各阶层的领袖去请求先知耶利米为他们祷告，希望上帝指示他们该走的路。他们信誓旦旦地对耶利米说，不管上帝的话是好是坏，他们必会照上帝的指示做。耶利米祷告后，把上帝的指示告诉这群领袖，要他们留下来，才能得到上帝保护，并归回故乡。他们若不听上帝的指示而执意去埃及，将会客死他乡，战死、饿死或死于瘟疫，成为人家憎恶、惊骇、诅咒、辱骂的对象，无法回到故乡。上帝提出的保证是，只要这一群逃难者听从他的指示，生命就得以保全；反之，则要陷入更大的困境。这群前来求问上帝的犹大残存领袖，在抉择时刻必须做出关乎生命的决定。假若你在现场，你会如何做选择呢？祷告是一种信任与信靠的关系。我们透过祷告，除了把心里的需求、渴望交托给上帝，也用生命全然地相信上帝，让上帝亲自掌权，这样就会经历到上帝的保守与平安。如同保罗教导的，你们应该一无挂虑，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到7节。祷告不是单方面求上帝垂听我的祈求，而是要同时顺从他的旨意，聆听和遵从是很重要的一环。主耶稣受难前在客西马尼尔的祷告，让我们对祷告遵守上帝有更清晰的图像。即将踏上十字架苦路的主耶稣这样祷告：阿爸，我的父亲啊，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苦杯移去，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可福音14章36节。耶稣面对十字架苦杯，当他祷告后，不是逃避，而是更坚定回应上帝，全然顺服地将生命完全交付出去，我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就。那么在我们祷告之后，会如何回应上帝呢？喜内的做个teman-teman同声说阿们。Satu tu asini pagi ini mendengarkan，在祷告的时候，我如何聆听并回应上帝的旨意呢？喜内的做个teman-teman aruta kigalui na kinamnam lakina nagamalu kinamnam ayakana pasamarau ka enuli。亲爱的上帝，求你赦免我，总是为自己着想，却忘了在我的生活中要遵从你的旨意而行。赦免我常常说一套做一套的态度，
求你帮助我能时常查验什么是你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愿意照着去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li-mali tu cua ka jam-jaman na makai cina na misula-sula kila roy tu amana sini pada jika tu cua ka jam-jaman na cina na kamalang ai cua jaki paparang jayau sianga ai cua na inuriki jaki paparangan mabana ca aki elin tu ca kama cema jayau masih tu ca inuri ai cua ca salingan ai cuaca usaban dasi paparangan to ca kama cemat ori kemasaron cina kamaya saka taka ca kama cemas la cina na masih jua na kiparai to mana pada jekat no ca kama cemas no na inur yang ngacin dasi paparangan jangan sakamaya neka angan no ca maaf jayau ayatoa kemalanti tu izwa badalu tata kama cemas ori makaya lemakev ori makaya papu pisul ori makaya paselin canutin sakacicina mapulat akitina na kipaparanga za pena oridan akitina na kemasaruan tata kama cemas ayaya pasemarau pada jika canutin latina na kamalang latina kamalang akiparain latina na kamalang paalay tata kama cemas nuna mata jua ai cuaca ki aung ai cuaca inuli cara bareng sakamaya no ta kama cemas latina na kamalang na meotan latina na pasususu sakamaya to mana sini pada de kata no ta kama cemas nuna mata jua manarui randai no ta kama cemas aca kemudanga aca salingan ayakana pasemarau sakamali-mali para makenu ikana madungwa au kusini evu lamunana pazekatanga ayakana pasemarau sakamali-mali latinana suliva tu suaca kini adavam taca pingan